家和是精神上唯一的温暖所，家乱是事业上唯一的致命伤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成言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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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洋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有不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付出心心意命。讲一只船，讲一条命，海洋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有不悠悠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运命。讲心事，讲生命，付出心心意命。玉珍啊，你敲一下电话给恁天星阿姐啊，赶忙者。伊的电话我已经等掉。无要紧啦，顶摆吼，你留下电话，我留落来哦，我来找看卖，顺便卡过互伊吼。母啊，菜拢冷去啊啦，甲阿母斗3工啦，迄菜鱼肉拢摕出来烫我烧啦。爱搁烫哦，已经无用规工啊呢。穿毋知咧创啥，出去接一人，接种也袂转啊，我老数的。好啊，啊一个嘴爱细细间，啊紧去啦。阿爸，伊若是无想要转来，就莫甲伊勉强。搁再讲，伊甲杨天生已经生活10几年啊，嘛已经结婚啊，即马要叫因分开，本来就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。玉珍，其实恁阿母上该挂心的，毋是恁天生阿姐，嘛毋是我，是你甲玉清啊。我相信恁阿母，为着恁两个人，一定会倒转来。哎，嘿，啊这电话讲连几百步，啊拢无人接啦。母啊，惨啊啦！迄鱼仔掉顶啦！哎哟，啊你烫一个鱼仔烫啊掉顶，迄鱼仔顶悬有汤，你会烫啊掉顶，你才有够含慢咯。哦，你莫个聊咧，甲我斗3工嘛！哇塞！阿爸，阿母倒来未？无啊。天星，啊你哪会来？啊，你玉清走去厝要找秀萍啦，啊秀萍透早就转来啊你。我甲天星阿姐去找这个位拢找无伊呢，伊是走去倒啦？伊敢有出啥物代志哈？天星啊，啊秀萍透早要走的时阵，有甲你讲啥？还是讲有感觉啥物故意？无啊，我就讲要送伊转来，就卡那唔理咧，我哪有法度？免，我来找伊。天星啊，我跟你来找啊。不要免啦，你口袂离边伫咧，我来找看喏，我卡来转来，你当做会等啦，吼，我来去。啊，我嘛要去。哎，我跟你去。母啊，吵你疼吼。啊，你是啥？你是啥啊？我是啥？我是住在遮的主人啊，啥？你住在遮？嘿啊，这是乞丐呢，你凭啥物讲你住在遮？乞丐爱讲笑，我伫迄遮住，啊伫迄遮困，
这间面前阁是我的，等你袂看卖，这间厝小可暖暖哦，这间厝本底就是我的。哦，我知，你一定是贼啦吼！来，快走！你甲我放开啦！你要创啥啦？我甲你讲哦，这是起价哦，起价主人叫陈文昌哦，我是这头家娘哦，你甲我出去！你是下去！那么陈文昌，但这间厝小可偌高块安尼，我使丢你知无？这间好多丢价，这变成我的，你也讲是你的，对唔对？你敢知？这间厝的主人啥个人？叫做张俊元，你敢知张俊元啥个人？嘿，我甲你讲，张俊元就是我本人啦。即摆主人已经回来，我请你出去。阿公出去。传牛妹啊，传牛妹，伊讲这是因兜啊。哎呦，船长啊，到我这面前度，我咧。你敢出去？我出去，这我大了。我真传我听。好啦，我出去是出去啊，我最近我也无得穿，也无得住，也无得食，身躯阁无钱，是要哪出去啦？来，这一天哦，去找所在住啦。无头大，阁有钱通食饭，食，食，有钱通食饭食。秀萍啊，自家厝火成了后，这间厝靠壁堆拢带一寡流浪汉去食，足好在。安尼啦，你暂时来倒来好无？国爸，苍中伯啊，这是自家，这是我的厝，我要留落来，我袂阁有任何人甲伊糟蹋，我一定要留落来。你这是何苦的？你这是何苦的？而且，你已经找几暝啊？你腹肚会枵无？我去买物件来食好无？你若袂枵，啊无我去买凉的，互你啉好无？你若枵，敢袂晓家己去食？你若喙焦，敢袂晓家己去买？你莫甲我讲话好无？你莫插我啦！玉清，我知影你是为着找无领母伫烦恼，你莫对我发遐大脾气嘛。我敢有叫你回来？你要回，敢袂晓去对天生阿姐？我怪烦恼你会枵无？怪烦恼你会喙焦无？惊手机对烦恼讲你对着无？你谁也无要转去啦？我讲叫你甲我讲，我无讲我喙焦，我嘛无讲我腹肚枵啊。你向我顶着我来转嘛，安尼我就袂甲你惹麻烦啦啦。找无影母就摕我出水，我啥衰啊？卖对就卖对嘛，小白。哦，迄个人是谁啊？啊，侯医官，咱是足久无看的哦。我甲恁介绍啦吼，伊就是我的女朋友啦。你忝在，你即摆想要创啥？我想要创啥？啊，你毋是甲你小弟介绍讲我是你的男朋友，安尼就表示讲吼，咱两人的关系无共款啦。啊，像咱这款的关系，咱会当创啥？啊？造人力！喂！找我母就已经有够烦啊，阁袂用无顾伊。进来啦！喂！你忝在？徐玉清，足久无看的哦。美冠已经去好好开除啊！你搁甲伊做伙是要创啥啦？我无和伊做伙啦，玉清伊甲我欺负呢。你遐天才，你是在创啥？我咧创啥？咱讲你敢看袂出来？伊是我的女朋友呢，我是咧思念伊啊。啊！你谁来 Q 伊？玉清，我还记得哦。今仔我咧甲整的时阵吼，伊搁徛咧边啊，我笑甲叫大声的，我甲我恭喜呢。咱讲你们放袂记来哦。
恁三个查甫人欺负一个查某囡仔，爱是咧算啥？我甲你讲哦，我的代志你上是卖插。咱若无，你就通怪我无带领咱两个失踪哦。你即马想要安怎？我即摆是要安怎？兄弟啊，伊问我是要安怎啦？啊，你感觉呢？个精啊！你是安那要遐尔冲动啦？你是嫌厝的代志无够济，搁去外口惹麻烦？敢讲你要叫我目睭紧紧看到阿关姐啊去遐天才欺负遐？迄只小弟哥，我安尼算对伊客气啊？无你搁想要对伊安怎？你是安那拢让阿姊替你操心，你才会欢喜啊？我已经大汉啊呢，我是倒位搁让你操心啊啦？我感觉我做的拢是对的啦。你做的拢是对的，你出去外口相拍嘛是对的哦。我为着阿关姐啊，甲人冤家，安尼有啥物唔对？我要走找咱家己的阿母，等下甲咱团圆，安尼有啥物唔对？阿姊，你莫叫是讲你的想法拢是对的，我已经唔是囡仔了，我有我家己的想法啦。好啦，你做的拢是对的啦，你讲拢是对的，啊拢是我唔对，安尼好啊。你别走，我要继续来找阿母啦。等者，你安尼就要出去？你敢知影？好佳哉，恁两个是为后要问转来呢。阿爸即马为着恁两个，还搁伫甲阿母开讲。啊，你也规身躯全是伤，啊，你管用欺负，若是叫阿母知影，阿母敢袂艰苦？玉珍姐啊，你莫怪玉清啊，伊拢是为着我才互人相拍的，是我害伊的啦。恁即摆伫咧找恁的亲生阿母，我甲恁惹即款麻烦，我实在足歹势。玉清，你若要搁去找恁阿母，等者才出去。我先去甲阮阿母应开，你莫互伊知影，我嘛袂互伊知。头家娘啊，歹势啦，啊，无吼，你先去无用啦。啊，这是阮兜的代志，哪会好意思互你操烦呢？我哪会袂操烦啦？啊，你看，玉清甲阿关啊，自昨暝找到即嘛，阁还袂转来。这毋是干恁兜的代志呢，阮阿关啊嘛对厝的呢。哎哟，阿关啊，你定是转来，我哪毋知啦？啊，齐太太有找着无？还袂找着。啊，玉清啊咧？伊搁伫找啦。啊，搁伫找哦？啊，你哪会倒转来啦？啊，你毋是要甲斗找？阿母啊，我含玉清已经找几暗啊，啊，昨暗都嘛无食，你通煮一寡物件我食无？但即嘛啥物有心情，我替你煮啦。哦，昨暗饭菜吼，搁伫咧桌顶，拢无人食啦。啊，伊来巴肚枵，家己去烫啊。哎呦，母啊，你也毋是毋知我袂晓烫啊，你帮我用一下嘛。哦，你这查某囡仔食遮济岁，搁袂晓烫菜，你实在有影吼。阿伯，麻烦你甲玉清讲，伊会当出去找因阿母啊。我的海角啊天，心自讲生命，提出心心意命。头家，你头家唔到转来？无呢，头家你拢无消无息，我阁毋茫讲伊会敲电话转来无？我等几暗，还是无消息。头家。头家啊，头家娘，敢发生啥物代志？到底走去倒啦？喂，哦，船长，啊，你伫咧遐？
生哦，是啊，好好好，我知，我随来去。阿爸，安怎？已经找到恁阿母啊！真的啊？伫倒位？伫咱市街高厝啦。阿母伫遐。阿爸，咱进来去，进来。哎，小弟，玉珍啊，你敢无要去？爸，阿姊无要去，莫勉强伊啦。今仔毋管阿姊有答应还是无答应，我拢要甲阿母带转来。你若无想要去，你就住厝啦。阿爸敢若希望，我若是甲恁阿母带转来，你莫搁甲赶走。秀萍啊，等你出来真没日子啦，好通转去啊啦！你敢知影文昌甲迄两个囡仔伫厝诶等无你，是着急到要死，死过去找你找几暝找无你，烦恼到要害去，好通转去啊啦！莫搁互因烦恼啊啦！秀萍，真歹势。你一人为遮，我实在足袂放心的。我才打电话天星，我拄则要来的时阵，我脑敲电话文昌啊，伊可能念伊来啊。伊若来，你就参因转去呢，较袂用烦恼，较袂用失望，吼。船长伯啊！这间厝我足久无转来啊！你即马甲天星讲，你是安怎袂互我一个人在遮小静一下？你是想要搁甲我逼走是无？秀萍啊，当你是想要搁去倒？当你是搁咧烦恼啥物啦？讲袂清楚，我嘛无想要搁讲。秀萍，阿母，阿母，你是安怎走来遮啊？阮逐个找你找几暝咧，找到拢要起笑啊！你敢知？你甲阮转去好无？阿母，拜托的啦，你甲阮转去啦！秀萍，我个会当活在这个世界，咱个会当中和，算起这是咱的福报。过去的恩怨，就好放水流。你甲阮转来去，咱一家伙仔团圆，好无？哎呀，秀萍，文昌讲了无毋对，这一切拢是天公伯的安排，才免转去啦，可袂个人烦恼，吼。是啦，阿母，咱来转好无？咱紧来转啦，阿母。好啊，你莫搁讲啊，我袂对恁转去啦。阿母，你是安怎袂当？我的海角啊天，心自讲生命，付出心心意意。阿爸伊希望你回来，玉清嘛希望咱规家伙仔当团圆。玉珍啊，到这个时阵，敢讲你还阁无法度谅解恁阿母？敢讲你无希望恁阿母倒转去？敢讲到这个时阵，你拢唔肯叫伊上阿母手？文昌，你莫逼，是我家己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我这世人想过软食，想过无志气，
少年的时阵，我靠我家己的翁婿，翁婿无伫咧，就剩天生一个人通我靠。拄着困难，永远无法度家己去面对、去处理，所以毋才害着我两个囡仔死过去流浪，害我两个囡仔无爸无母10几年，嘛害着天生，互人冤讲10几年。秀英，无人会怪你啦。咱的感情无人听会开，强行家己来怀疑，体会你毋捌相信你自己，才会予我心碎。一路上，你是阮。